Gen C 裸辭去創業，你會唔會覺得好戇居呢？但4年半前我真係咁樣做咗。Fresh grad 做酒店，人工都唔錯㗎。點知半年後晴天霹靂，生咗 cancer。康復之後撞正疫情最嚴重嘅時候，本身工作嘅酒店變咗做隔離酒店。以前嘅我係同旅客分享香港好去處，變成咗幫隔離人士送外賣、送包裹。嗰一刻唔知邊度嚟嘅勇氣，把心一橫，唔靠屋企，唔靠父母，開人去創業，帶埋啲寵物去搞親子工作坊。估唔到被親子 KOL 幫襯之後，越嚟越多人認識我哋。之後仲有場地 sponsor， 自己搞咗個幾千人次入場嘅展覽，拎到政府資助服務 SEN 學生，足跡真係遍佈幼稚園、小學、中學、大學、社區中心，甚至乎老人院，連新商場成立都揾我哋協辦搞活動。我哋嘅爸爸仲曾經做過潮牌嘅模特兒啊！轉眼4年半，今日唔係要自誇自己有幾成功，都唔係抱怨有幾失敗，只係想同大家分享當初嗰份嘅一時衝動、熱血追夢嘅心。4年半後嘅我仍然喺度堅持緊，所以想喺度鼓勵每一位想追夢嘅朋友，無論你哋幾時，無論你哋係咩年紀，無論有幾多嘅資源，即管放膽去試啦！我敢保證，只要你肯去嘗試，無論結果係點，你都一定唔會後悔㗎。